Hello，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暢遊假期老闆娘蘇太，依家同大家推介一下呢條行程，有呢個自助餐啦、泳池啦、下午茶啦、宵夜啦，仲有大堂嘅歌舞表演，團費只需要399蚊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第一日午餐食返個馳名客家三杯鴨宴，隨後行下超大型嘅植物園。跟住入住5星標準千花洲大酒店，大家可以游下水、健身，玩埋呢個熊貓戲水樂園。晚上再食個豐富嘅海鮮自助大餐，各種海鮮、三文魚任你食。晚上仲可以睇下酒店嘅燈光秀。第二日去參觀遠近聞名嘅大堂不夜城，有舞蹈啦、音樂啦、燈光啦。口感相結合，體驗一場視覺盛宴，身其中，好似回到1000年前嘅大唐盛世，一邊食一邊睇表演，係咪超正呢？下午行下梅菜一條街之後就返深圳啦，聽完係咪覺得好抵玩呢？想報名嘅就快啲搵我哋暢遊假期啦！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。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，得閒齊齊玩，多謝大家。